Hello，大家好。Lucky 智能眼鏡大量現貨到店啦！哇，你睇咁多 Lucky 嘅現貨。係啊，佢而家嗰個Lucky 嗰個智能眼鏡咧，佢同其他嘅智能眼鏡係唔一樣嘅。佢鏡片上有電腦屏幕咁樣嘅字，係嘛？佢仲有一個特點，佢可以聽得懂粵語。佢呢個咧仲可以聽歌、翻譯、拍照、錄視頻。佢呢一款咧係可以配眼鏡嘅，就係話你近視、老花、漸進都可以配鏡。咁多智能眼鏡入邊咧，就係佢係最輕嘅一款啦。而家 Lucky 智能眼鏡咧，仲有幾十副現貨呢一批嘅貨賣晒啦，就下一批咧就唔知道要等到幾時啦。想買嘅、想體驗嘅，快啲嚟 T 大眼鏡中心揾我小龍哥。我嘅 T 大眼鏡咧已經為感人服務咗25年啦，記得點讚評論關注我哋，多謝大家。